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虫拖，台语安尼写虫拖，虫拖是昆虫的总称。囡仔朋友对虫拖总是真好奇，安尼真好，多多来观察到虫拖的活动，会当更加了解大自然。有侪侪虫拖拢真可爱，但是有一寡虫拖是害虫，会耍长农作物。要了解各种虫拖的名称甲特征，会当到虫拖博物馆，也就是看虫拖的图鉴。蚱蜢、螳螂、蟋蟀，这三种虫拖的台语，我不时都无啥拢无。复习一下：蚱蜢是草莓啊，螳螂是草狗，蟋蟀是豆狗，那豆白啊是蝼蛄，乌龙啊是黄斑黑蟋蟀。还有天牛、瓢虫、独角仙、锹形虫甲竹节虫，这5种虫拖的台语，我嘛定混唔到去。天牛是牛角碗啊，瓢虫是猪仔龜，独角仙是鹿角龜，锹形虫是尖仔龜，竹节虫是竹鸡龜，嘛有人讲竹马。还有田鸭、花金菇、鸭啊、蜂甲蝉，嘛是咱真熟悉的虫拖。蝉有的地头讲红布蛇，今仔日的台语字虫拖实在真趣味。